哎，浩轩，你为什么会怀疑我和长安是 AI 呢？纪律问题。根据我的统计，平常每100个学生里面有49个每天会聊明星，31个每天聊社团，还有19个会每天聊学业，剩下的1个，甚至最多是半个，才会每天聊 AI。你们和张立群每天讨论 AI 的东西实在太多了，所以几率很高。而且你们的爸妈都是 R1的一线研究人员，所以你们很有可能是他们研究出来的作品。所以你有在注意我们在聊什么？那你知道我和长安的爸爸妈妈是干什么的吗？我爸妈都告诉我了，而且他让我多注意你们。那你们为什么怀疑我是001啊？啊，那还用说？你数理又好，打篮球一看就会，朋友也少，性格……哎，你说不怀疑你是 AI， 谁都不信啊。反正我不信。所以你们是说我的脾气很古怪？小时候，我也是像现在这样，每一件事情都要按照自己的规矩来做。如果吃饭晚了1分钟，我就会特别生气。如果把我安排好的事情推倒了，我会一直尖叫，一整天都吃不下饭，喝不下水。后来我爸妈带我去看心理医生，医生说你儿子是天才，得到天赋的代价就是要自闭。你们看这个，这个是氟西汀、3唑氯胺丁、氟派丁醇3种药物，它们分别是稳定自闭症患者的忧虑情绪、各种刻板，还有高重复性的行为。所以我状况不好的时候就会服用。看来我服用的效果不是很好啊。没有了，浩轩，之前我们不知道你是这个原因。真对不起啊。那浩轩，既然你也讲了这么多事，我也讲一个我的秘密吧。这个秘密在我心里藏了挺久了。之前我告诉你们，我爸爸出国工作了，但是2年前他失踪了，一直也没有找到。我妈妈也因为这个原因辞去了R1的工作，现在连爸爸生死都不知道。其实我很早就想告诉你们了，但是看到你们都有爸爸，我觉得很别扭，就不想说了。跟你交换秘密赔率太大了，一点都不划算。你还会说笑啊？还以为你会一直这张扑克脸呢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脑海中一直有幅画面，一只蝴蝶，可我始终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。应该是我很小的时候吧，我记得第一件事情就是那只蝴蝶。我一睁开眼，也许是刚刚学会眨眼，它就在玻璃窗上，很美。所有的颜色，蓝色、墨绿、橙红、太阳一样的金黄，全在它的翅膀上。我应该就是透过它的翅膀，看见整个世界的。我还问过我妈妈，说我小时候有没有提起过那只蝴蝶，可我妈妈说不可能，人类在那么小的时候就没有记忆。但我知道，我一定见过那只蝴蝶。妈妈又不是我，她怎么知道我有没有见过？人类是会做梦的，而且会有明确的喜好与厌恶。人类对幼儿时期的记忆大概能推送到4岁以前，甚至是3岁。这些记忆就是我们人类的自主意识。但是，如果 AI 都有这些自主意识，那这些让我们人类变得特别的意识就不特别了。所以，我们是人类，究竟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当我们跟 AI 一样的时候，我们要怎样证明自己是人类？这个话题
我爸妈曾经讨论过，那阿姨怎么说？他没回答，只是把爸爸狠狠地训了一顿。还对他说，如果真要是这样，那也是人类自作自受。也许 AI 不在我们身边，学校这么多同学，没有道理001就在我们身边，几率太低了。我一直在想，人类创造 AI 的目的，就是让他们变为超少年，做到人类做不到的事。可001的创造者，却急于让它流入平凡，甚至想融入人群。这样，创造 AI 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哎，要我说，我们3个和周边同学都不是 AI。真爽 ！AI 哪懂得这么享受啊？出来晒晒太阳、聊聊天、喝喝芬达，然后去吃冰淇淋吧。哎呀，真爽！立群，你怎么了？立群，你先进去吧。老师，立群发生什么事了吗？你们先回教室吧，下午的课马上就开始了。刚立群看我们眼神好奇怪啊，你也这么觉得？他好像被吓到的样子。也可能是郑老师，别忘了他做过什么事儿。咱们一会儿还是直接去问立群吧。嗯。您好，我是 AI 管理局的特派员张先生，请您将右手摊开，掌心向上。啊？你是人类，不是 AI。我当然是人类。谢谢你们的配合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思雨，我们没有告诉你妈去了你家里，这样好吗？没事的，我妈很明理的，知道我们是好朋友，她就不会在意了。他为什么要介意啊？哎呀，之前妈妈一直不高兴我和长安做朋友，我猜可能是因为和长安爸妈有矛盾吧。是因为隋叔叔的事吧？我爸爸说，当年RE的人找隋叔叔找了1年多，后来就放弃了，只有许阿姨不肯。后来长安爸爸又去找许阿姨说别太执着，许阿姨很介意长安爸爸和RE的人统一战线，后来就闹不愉快了。原来你比我还了解我爸妈的过去。我也不清楚我父母的过去啊。蓝叔叔，哎呦，这不是小玉玉吗？都长这么高了。妈妈呢？妈妈在家呀。当然在家呀。这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哎呀，嫂子真的对不起，最近呢蓝眼 AI 这件事情真的把我忙坏了。刚好今天家里人多，在这儿吃饭吧，一起热闹热闹。好，哇，真的好热闹哎！这2位是？他们是我同学，他叫陈浩轩，他叫夏长安。叔叔好，叔叔好。你好。他们不仅和我同班，还同一个社团呢。哎，我跟他一个社团，你是来插花的吧你？
没有我在，社团多无聊啊！我觉得挺有趣的。来说说，浩轩除了不会笑，其他什么都很厉害。那你什么最厉害？吃。哦，吃。好了，小兰，咱们到那边坐。想当年啊，我跟水哥就跟他们一样，一起玩，一起工作。水哥呢就负责研究、制作 AI， 我就负责保护、管理 AI。蓝叔叔，你是 AI 管理局的特派员啊？是的，10几年前你们还没生呢，那个时候水哥就做了这个世界上最具突破性的 AI， 完全革新了当时所有的技术。当初是他建议我去推动国家机器人管理办法，新增一条规定，所有市面上公司生产的机器人要有红眼睛，还有易于识别的开关。我蓝叔叔厉害吧？蓝叔叔，那蓝眼 AI 的事情，你清楚吗？事实上，我今天就是为了这个事情来找你的。蓝眼 AI 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跟你可能没有什么关系，但是跟水哥有关系。小兰，你明知道韩光离开我们母子2年多了，你这是？我们可能找到了水哥的下落。你们找到我爸爸了？